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咱做伙来祈祷。天堂，阮的天父，感谢你，也保守阮伫逐工的生活中间，特别是今仔日是父亲节，台湾的爸爸节恳求主你来祝福每一个爸爸拢有主你特别的恩典赏甲伫底感谢你早起带领少年团体的长辈去参加少年部的活动真平安阮出入拢得到主你的顾守，也献上感谢。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伫建堂的工程顶悬有主你的开力智慧，也互阮伫这个济的压力的中间无失去阮的方向，继续对你的脚步来行。阮今仔日也要对伫日捌三甲教会一寡补充的资料，特别讲到伫教会建堂这方面的一寡历史的资料来了解阮过去、甲现在、甲将来，阮要安怎做伙来努力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帮助阮，将今仔日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大家平安吼！我今仔日会讲到一寡补充的资料特别要感谢连长长老伫前礼拜讲了后，伊有互我一寡回馈一寡资料的来源我伫即礼拜中间也搁去找一寡咱周年的资料吼，咱有120周年、100周年的搁3本啦吼，我遮有3本，敢有130周年款即寡资料吼当然未甲伊整理到真好势啦吼，但是讲有一寡较重要的资料，我想伫今仔日甲咱先来分享吼。后礼拜我会去讲到一寡咱对基督徒信仰的回顾吼，我整理甲差不多吼，我后礼拜会互咱大概就是灵性成长这基础课程差不多就到遮啦吼，过来想看要甲咱分享啥，也是甲遮后长老再来思考一下看，过来要安怎来进行这个灵性成长的这个部分安尼吼。好今仔日要对伫我互咱遐教材内底吼咱今仔较用闲聊吼讲一寡咱过去较无伫注意的历史啦吼我会搁甲礼拜日讲的一寡物件，搁甲咱整理伫咱的资料中间。礼拜日我用较侪相片吼今仔日我的相片资料相片大概小可呈现一下安尼啦吼。咱过去整个旧礼拜堂，我上爱的堂就即块吼，就即个吼我即礼拜去甲找出来吼早转来互迄个陈老师看有啥物款的想法安尼无吼，对真欢喜会当甲即个堂来找出来吼真有信仰的意义啦吼，我家己感觉啦吼。这是伫咱2023年的这个年度的这个年底感恩的礼拜中间吼，请兄弟姊妹来分享吼。伫咱咧讲到现场旧的礼拜堂甲新的礼拜堂建筑这个中间，还阁有一个真重大的代志啦吼，就是咱较少去讲到土地的问题吼这也是连长长老伫前礼拜了甲我有咧讲到这个部分吼我就甲伊补充伫咱的资料内底吼前礼拜嘛有人问到讲咱捌有一段时间脱离其实已经是算脱离总会啊啦吼。咱无属伫任何的中会，就已经是无甲总会有关系安尼啦吼。这个历史就是我有放伫咱的内底吼。拄伫咱旧的礼拜堂起好迄段时间吼，拄伫台北地区
即个中会发生一寡问题就是因为教会数愈来愈济，因就有一寡意见的问题啦就是了后就分做2个中会，古早叫做淡江中会，搁一个七星中会啦伫即2个中会中间也有一寡伫讲的中间，咱知影无遐尔简单伫教会内底，因为咱较讲着即个尊重民主伫尊重的中间嘛有足侪无尊重坦白讲是安尼但是咱会较尊重迄个体制的处理方式啦所以伫这中间也有一寡意见的袂合咱三角教会就伫迄段时间离开总会，也是讲咱讲离开中会安尼伫1952年6月15号，这是咱礼拜堂旧的礼拜堂起好还未入去进前咱当时咱是1952年什么时间8月初10入去伫旧的礼拜堂所以伫迄年的中间有发生介济的代志，包括伫中会所以1952年6月15号，咱就变做讲选边站啦咱选边站，咱就决定参加这2个人叶金木甲窦辉良这个组织伫迄个所在正式就脱离北部大会咱一般来讲的北大啦咱即摆咧讲的北大教会跟这个北部大会是没有关系的咱的北大教会是台北大学特区这个教会所以咱大概知影，就是教会界咧讲着比较多在讲行政组织上的北大是咧讲着北部大会有机会才过来甲咱讲着北部大会、南部大会的这个问题啦伫咱的总会内底，我前面咧讲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底有这个部分有小可去讲着无用足侪时间去讲这啦好，所以咱伫1952年6月15号就正式脱离北部大会伫迄个过去我前礼拜有讲大部分早期马街设立，也是讲早期宣教师买的土地也是讲人奉献的土地，大概拢登记伫北部大会。即摆有足侪迄种百几栋的教会，因的财产拢是登记伫北部大会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脱离北部大会所以咱的地产就尾仔就无登记入去伫内底是这个原因啦好了后就是总会甲北大有一直咧关心这中间1955年11月15号，东门教会迄阵就开始成立，就是台北中会啦台北中会迄个时阵才开始第5届的秋季了，才有决议这个复归案啦才有所以这个经过几冬的中间伫咱历史中间有一个足重要人物我看了才发现这是我的职工啦我等下伊的名走出来好，济南教会召开第9届台北中会临时中会中间正式通过复归但是咱无伫迄个时阵啦无伫迄个时阵入去佫继续伫这个体制外口拢总有16年久啦。你若准照1952佫加16年就是1968年迄家头安尼啦长老教会体制脱离到底好也歹比如讲有的教会无牧师，到底对教会发展有影响无这嘛足侪人咧讨论啦若照咱的历史甲这个咱姚牧师所写，就是讲迄段时间咱的教会元气大伤啦教势就开始衰微将近一半这影响真大这是伫迄个姚牧师的资料内底写的咱嘛捌去办过幼稚园但是无法度来维持尾仔又佫停掉1968年拄则
算的吼，7月初7，食信成团到牧养的期间啦吼。台北中会李敬智吼，台北中会李敬智牧师，李敬智牧师尾也伫三重埔教会吼，伊是我的职工啦吼。三重埔教会迄阵咧去的时阵，是我的姑婆捐献一笔钱吼，就去帮赞教会来起做安尼啦吼。所以阮的理解就是对社就是三角埔这个所在。迄就是阮的本基地啦。若照讲，就是理解的本基地吼。伫即个社遮基本上有2个大姓吼，一个郭一个李吼，一个郭甲一个李安尼吼。好大概就是阮就是迄脚头的人啦吼。好了后，伫李敬智牧师的鼓励了后，才咱回归吼，复归台北中会啦吼。正式个再度吼。好，咱无直接属伫北部大会，咱属伫台北中会，但是台北中会，应该是安尼，倒边讲吼，北部大会是几个中会做伙咧管理，对新竹中会区域对伫台中北平，比如讲东市吼，东市以上拢属伫新竹中会吼。所以咱讲桃竹苗吼，即桃竹苗北台中安尼拢属伫即个新竹中会的区域啦吼。好过来到台北中会，搁七星中会，搁东部中会，东部中会就是花莲甲台东吼。所以即4个中会做伙咧组成的北部大会安尼吼。当然嘛，因为安尼，所以咱就归属伫总会内底吼。请咱会记，咱只要脱离中会，咱就甲顶悬的遮拢无关系吼。因为教会是中会在治会啦吼，教会是中会咧治会。好这是咱脱离中会北部大会了，搁重新加入台北中会吼，所以这是已经改制了的代志吼。另外一个争议啦吼，另外争议，今仔日我讲的大讲到3点啦吼。较大的问题，咱脱离北部大会，搁加入台北中会。第2个就是英歌教会的设立啦吼。第3个就是咱的土地的问题吼。好，咱的姚牧师伫8周年内底吼，伊第8页内底有写着讲，伫迄个混乱的时期内底，一个唯一通向欢喜的代志，就是咱生出英歌教会啦吼。但是即摆问题是安尼吼，就是咱三角教会小会议录拢无去吼。听讲叫白兄加去就拢无剩啦吼。嘿，因若无等调，其实会当做一寡历史文件回复吼。即嘛无去，就拢无法度做啊吼。好，咱无任何资料吼。而且咱知影吼，1956年的代志吼。那照讲，姚牧师应该毋是姚牧师牧会的时期啦吼。所以伊嘛是对人讲的资料写即句话吼，写即句话。但是呢，伫总会的资料、总会的网站的下骹，英歌教会设立是1951年，有一群本来伫咱三协教会聚会的人吼，有名吼。因就感觉真费气，就爱过迄个大汉溪大苦坎吼。古早要过即个溪无桥啦吼，就爱用迄种若像咧渡船安尼吼，搁过来安尼吼，因感觉真无方便啦吼。才开始伫英歌吼，这是英歌的历史资料吼，我必须要讲清楚，就是讲，我嘛去甲洪牧师谈论过即个代志吼。照英歌教会角度，就是讲因是一群人家己发起开始的吼。而且伫中会的资料内底有派吼吼。1952年8月吼，有派传道来伫即个所在牧会啦吼。李雅国牧师担任第1届即个我这字写毋对，小会议长啦吼。咱的
100周年的资料，甲英国教会的即个历史的认知误差足大啦吼。嘿刚才无有甚物款的大的问题啦吼。嘿我想即个历史嘛，就亲像咱到底第一几经有足侪无共款的讲法，有13，有14，有第10，嘛有第8吼。所以咱有需要时，咱会当去来搁甲刊物，也是讲去查清册来互咱有较正确的了解啦吼。这我是对总会网站甲对英国教会遮甲因为咱手中完全拢无资料唯一的资料就是叶牧师写的这篇文章内底这几字尔安尼吼。所以这个小可甲咱澄清者，这是历史争议啦吼。因为伫昨英国教会12届吼5当前，我有替因用空拍机翕过，因换迄个电火4当外，即马佫歹去有拜托我佫去用空拍机，因为我空拍机歹去，我拜托古会去甲因翕，去甲因，阮有去甲伊一寡建议吼，我讲毋通佫开迄个吊车钱一届120万收迄4、5当，你着爱佫了一摆安尼吼。所以即马因咧征询一寡意见，看要安怎用啦。这大概咱知。你看这个建筑有足像另外咱的厝边的一间教会无？这伫新竹中会吼，桃园的大溪吼，桃园的大溪，这共一个建筑师画的图啦吼。伊佫一间足共的吼，咱讲三胞胎吼，就是伫杨梅教会吼，杨梅教会完全会当讲完全一模一样，除了寸石无共款尔吼，就差不多共款安尼吼。这是迄工翕的吼，大概有咧甲因分享讲建议，看因免怎用较好吼。过来，因为因将来吼，咱看这个后壁遮吼，这将来三阴捷运啦吼，所以三阴捷运若照安尼看吼，因教会12届其实是后壁面互看足清楚啦吼。所以要安怎涂灯吼，会甲因讲12届电火歹去吼，是迄种厝边无信主的人吼。伊讲恁迄个12届我窗仔一拍开就看会着吼。我心内拢足平安的吼。你即摆吼一边无倒吼，其一边你是无钱晓啦安尼吼。这对咱来讲嘛是一个提醒的吼。咱毋好想讲厝边拢无感觉其实我伫鹿港嘛捌拄着这个情形吼，因为鹿港的12届嘛是一届拢爱开10几万，拢叫吊车来处理啦吼。所以若歹去吼，就拢一年较请吊车来一摆才做伙处理吼。捌有一个人一届来找我啦，伊讲伊半暝拢对中华坐车转来伫甲鹿港吼，入来甲鹿港就看着鹿港教会迄个12届心内足平安的安尼吼。结果歹足久吼，伊同我包一包。足大包的吼，正10万。讲你无钱吼，这甲恁迄落啦，寄付安尼吼。一般民间信用拢讲寄付啦，伊就是奉献。伊讲恁教会无钱，我奉献互你去修理安尼啦吼。所以对咱来讲，咱要用什物款的形象，互厝边来看。礼拜堂建筑足重要，其实咱用建筑咧对厝边讲话啦。咱用建筑咧对厝边讲话，所以迄个咱互人这个印象真重要。比如我前礼拜下周报内底咧讲着，我去江南教会了，有一个感动咱的1楼到底互人的感受是啥物货因礼拜堂的1楼，互我的感受就是一个足温暖的所在。会友吼早1点钟前去，就逐个伫遐开讲。啉咖啡食点心就伫遐等做礼拜吼，我感觉迄个气氛足好啦吼。咱到底透过咱的建筑，要甲咱的厝边过路的人讲，咱即间教会是啥物货，迄是足重要吼，足重要的思考吼。好，佫小可甲咱讲建堂啦吼。咱一直咧讲咱的礼拜堂建堂吼，
大概讲30几栋啦吼，原因就是对姚牧师的时代，老前母长老的时代就已经咧鼓议讲，着爱来起着一直咧讲，讲到伫2015年2月份，咱的会员和会中间，才正式接纳，接纳了后，小会着爱去传一个建堂委员会所以建堂委员会就是伫2015年来组成的。第一任的主委就是老前母长老，老前母长老安歇了后，就第二任的主委连庭长老就接任到现在啦好。土地取得是今仔日第三个比较大的议题要谈啦当然这个我有听到真侪无共款的讲法当然伫这无共款的讲法的中间，必须爱去查证了，我才会当去引述我即摆所会当引述的，就是伫正式的证件内底，甲正式的记录内底所有的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连庭长老也有甲我对话就是讲咱这个土地本地是登记伫这个陈文赞长老的名下但长老这个安歇了后教会礼拜就是当然是咱起的嘛但是因为无保存登记啦就是这个土地呢这咱知影三峡地区有足侪厝别人的土地别人的安尼啦这嘛是迄个时阵一直想要来处理的物件礼拜堂的土地就是陈长老下面有6个囝法定继承嘛所以伫伊安歇了后，第2个、第3个、第6个就即时就用捐赠的方式登记伫咱的财团法人台北中会名下过来老大的甲第5个伫姚牧师的任内嘛已经办理登记啦到落尾就是第4个这个陈中坚这个伫谢永牧师的任内登记互财团法人台北中会当然这是咱三峡教会的土地啦最后的3笔的转移拢是连庭长老去处理完成这个处理完成了，咱才会当真顺时开始去，比如讲咱伫24年的和会咱有是咧23年的和会，咱有决议讲要抵押土地去贷款。如果这若无土地的过名完成，咱和会无才调做决定因为土地权无伫咱的手中所以咱真清楚，当咱会当用和会去决定我的土地要安怎处理，代表咱有100%的土地处理权才会使所以这是足无简单这足无简单的处理啦我本身嘛捌处理过李邦才牧师我的姑婆以前伊安歇了后，拄我担任道省的董事长我嘛做家族的代表阮对阮姑婆过往了后，会当继承的人当然是阮爸爸因迄辈阮爸爸因迄辈因为伊无结婚，伊无囝，所以是阮爸爸因迄辈，包括我阿公这条，甲我的二叔公迄条甚至别个人我毋知影的，无信主的嘛会当有迄落但是像阮爸爸已经无伫个，无伫个就是变做阮哥哥、阮姐姐甲我就有继承权安尼落来要安怎？有足侪的土地名拢登记李邦全牧师的名下，毋是伫道省的名下所以迄阵我就签第一张捐献你爱用捐献就是安尼了就整个的家族拢总签出来，所以所有的名就拢选伫这个道省财团法人的名下安尼这种代志是安怎足重要第一个就是讲，这基本上当初是买土地嘛是
逐个人为着李邦善牧师来捐献去买吼。当然伫咱知影过去咧登记要登记即个法人伫古早时代足困难吼。所以真侪时阵就用个人的名去登记吼。你若无过名吼，我举一个例吼，高雄有一间教会，我莫讲教会名啦吼，有一间教会吼，因是一个古早大好业人吼，咧做茶帮的足大好业人吼，伊捐献教会的土地起厝起礼拜堂互教会使用，但是有一地呢无过着吼，无过着，就是伫礼拜堂的礼拜堂遮，伊的门口停车场，即块地无过着名吼。即摆遐高雄迄区吼，就是伫文化中心遐吼。遐个地即摆是一坪几百万的啦吼。所以伊的后代吼，无伫教会人，伊好人啊，伊好人，所以伊坚持无要捐互教会，无要过名互教会吼。伫差不多10几冬前，因就甲礼拜堂一出来，差不多2尺3尺围篱围起来。即摆教会吼，无大门无法度出去，就对边一块一个小路安尼出入吼。你讲无教会甲你买好无？安尼，咱已经礼拜堂起起来金额吼。土地过名有重要无？我讲足重要吼，足重要。其实毋是干那即间教会，有足侪过去传统的教会拢拄着足侪即种的问题啦吼。所以特别要感谢连长伫最后即几笔处理的好势，对咱来讲，伫即摆的要建堂来讲，咱嘛真顺势会当去处理吼。这大概互咱知吼。拢总几坪吼？咱的建坪伫即个所在，来看遮，建筑土地476.84吼。但是咱的所有权证中间不止遮个吼，不止遮个吼。嘿这连伊我阁算互咱看吼，上落尾伫PowerPoint上落尾我会阁用出来吼。好，咱就开始讲到即个建定即个部分啦吼。我感觉我特别甲这写起来，我会感觉这个是足奇特的一个过程啦吼。因迄阵甲连长咧接洽的中间，连长嘛足确定着讲，牧师你着准备转来着对啊。我讲我着爱足确定讲好花过啊，我才会当转来啊吼。着现伫遐嘛，毋知要安怎，伊着讲嘛要紧，你着看着转来啊。我着吼，着真正着转来安尼吼。戆转来，结果吼4月要送监选，嘛因为疫情袂使；6月要送监选嘛阁袂使吼。到落尾就是照我所知是咱的小会甲迄阵小会议长洪牧师有想一套方法，就是限制50个人，咱着用咱一般民选的投票票轨的方式，放伫教会，逐个来报道吼。然后会当去你顶悬做礼拜。满50个人，其他着去厝里去看直播。但是咱的会友拢来吼，拢来遮报道投票，投完票就回家安尼吼。这长老教会历史唯一一摆啦吼，唯一一摆来处理这个物件安尼吼。伫这个过程感觉真特殊啦吼。伫8月15完成，10月20就来就任啦吼。嘿，对这个过程感觉真感觉真特别吼。好嘛，因为咱开始要选，所以我嘛提醒咱的兄弟姊妹，特别是咱土生土长三结人，也是伫遮踮足久的吼。咱伫礼拜堂要摕的时阵，牧师特别有提醒咱的心内的艰苦吼。所以咱有用真济的活动来拜托足济人做伙来斗支持，互咱会通来对即个旧的礼拜堂有一寡时间去甲伊过时吼，准备心安尼吼。这个活动拢伫咱的历史的中间，拢留真重要的轨迹啦吼。咱伫8月初6就是教会启用71周年的时阵，咱有做伙翕一个总相吼，就是拄开始迄张吼。8月开始就咱开始整理吼，9月
8月底了，咱就搬出去安尼吼。9月初3就开始伫即个中原国小吼，啊8月27咱就是一个个别旧的礼拜堂的一个迄落吼礼拜，啊个下晡圣歌队有录影吼，啊9月初3开始伫中原国小的地下室开始礼拜，9月30正式就是要甲物件安尼来开始拆开始迄落吼，啊就正式告别吼，咱迄天有特别有分享吼，即内底我就无用较济时间讲这吼。啊，10月初8就是破土的感恩礼拜吼，啊，这个我特别写是因为这对我来讲嘛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启程啦吼，因为咱伫22年吼，咱146周年的时阵。咱有安排去淡江中学吼，算讲即个历史的即个追溯吼，咱去遐，佮去到淡水教会来参观。迄一天我就甲郑俊豪牧师有小可开讲，伊就讲，伊迄天有请李建义老师伫遐咧，甲因的圣歌队训练啦吼。伊就讲，恁圣歌队吼会当找时间来即个甲阮交易安尼啦吼。就是定伫讲无。明年安尼来啦吼，所以就2023年要切到讲10月15号啦吼。咱8月底一个告别的礼拜嘛吼，9月初3正式去伫中原国小这个代志，伊拢甲我伫脸书中间拢看到我迄分享，伊拢甲我写一个line吼，敲一个line的电话过来讲，李牧师，安尼好啦，无你顺线来募款啦吼，对。圣歌队的交易变做募款吼，迄个时阵我也无想着讲爱去募款这样代志，坦白讲吼，我也无想着吼，所以迄个代志了后，就我开始咧思考，对啊，我即马开始真正爱准备出去募款安尼，要开始要进行落去啊吼，所以就因为安尼就开启了咱讲三协教会这个建堂异象分享列车的行程，第一站啦吼，第一站我感觉真有意义啦吼，就是特别田牧师伊有提到讲，因是马街所开设的第一间教会。咱是第13间教会，所以咱像大兄咧听小弟，爱甲斗支持安尼吼。嘛第一届出去募款募10几万转来吼，佮迄个二倍我会记得卖捌个4万箍啦吼，3万几箍。迄届二倍吼，差不多拢总趁的，因为阮都无想到嘛吼，所以大部分的物件拢是去募集的，拢无本钱的啦，总卖差不多总趁安尼啦吼。所以迄届接受着激励啦吼，就开始计划去，我就开始写公文去请求去其他的教会开始来甲因分享安尼吼，邀请因来做咱的代祷的勇士吼，所以这个日子我感觉真感动啦吼，上帝家己替咱开门开路安尼吼，好。了后特别爱提就是咱11月初5，咱有一个临时和会来选长老接受因教任吼，咱有选出长老6位，这个接受12位吼，特别伫当日咱小会都有讲，就是讲咱继续请连长老继续来担任主委的这个职务啦吼，带领咱的教会事工。迄个原因就是讲，对头到尾。连长老拢参与，所以嘛只有伊知影整个的过程，甲咱教会的设计、咱的想法，甚至到现在，包括所有的协力厂商，伊才有法度去足清楚知影啥物人，咱要甲伊讲啥，即马讲到啥物程度吼，所以这是足重要的一个。职务的延续啦吼，所以小会也就决定继续拜托连长长老来带领吼伫2023年11月11号、12号，咱有办一个全教会野外礼拜去到伫哪来教会吼，虽然是假期中会啦，不过伊是算台南市的一个乡镇吼。请小牧师来带领咱啦吼，甲咱激励安尼吼，咱伫遐嘛有足侪的活动，嘛看到因的建筑，嘛去听到小牧师真好的分享，
啊，伫因啥物货拢无中间，要安怎挖去上帝听上帝的声音，等等的啊，咱嘛有算足济的即种，咱讲迄种团队合作的游戏啊，伫迄个所在彼此来激励会当了解，即个游戏是试验咱，互咱知影讲合一的重要性啦这减一个拢袂使，得倒了好，咱过工的礼拜请谢牧师来讲道，甲咱勉励咱嘛受到足大的激励这是咱真特别的一个经验走到遮远去安尼嘛真得到真济啦咱特别伫10月初7，24年10月初7有一个个别旧的礼拜堂对，我想毋着时间，应该2023年是咧咱这个有世代交替啦世代交替文牧长老甲我甲这个请这个连长长老祈祷甲从容长老甲黄庙长老是因的亲人的世代交替这个上年大学的交接等等这咱望这个会当较济我这会佫改互咱这个日期有问题好咱的馆长这个咱就迄天有看到足济相片我就今日无佫放伫这内底大概咱伫遮咱有看到足济的经历上帝互咱足大的恩典咱嘛去到足济教会啦你像讲23年就2间教会24年对3月开始嘛10几间安尼我特别迄天礼拜日也有讲到洛杉矶的长老来要来找阮，知影教会咧建堂，特别去看了后为着咱奉献以外，佫讲牧师你若转来安排转来美国来募款嘛，因为安尼我等于5个主日有4个主日拢有排这个募款的讲道安尼有拢总有5间教会替咱捐献安尼嘛感谢上帝好有足济教会就是嘛拢替咱来开门啦互咱去甲因分享安尼我嘛继续咧排26年的行程的中间替我祈祷我佫过拜一我会落去找迄个三一的窗佫会顺便去找几位牧师去讲一下大概望看会当有一寡行程会当安排无啦即目前26年敢若2月份一间伫屏东的教会其他无消息啦所以我佫咧努力的中间有啦迄个新营教会牧师我迄天甲伊见面伊有甲我讲26年的上半年要甲咱拜嘛为着这祈祷啦望会当真顺遂继续来分享咱教会的建堂咱看到真正真济教会有诶足济咱毋捌的教会啦好来拄则咧讲到迄个476坪就是这个内底这个内底毋是到围墙咱围墙入来大概佫有差不多3公尺左右后壁上后壁大概3公尺左右啦头前较短佫毋是但是所以咱基本上咱墙围无要拆，因为拆咱就爱佫救入去所以咱原则上就是即块土地内底476坪咱伫即个基地来起啦这是咱旧的这个情形好，来小看者对遮安尼咪应该佫有咱拄则看476.84这个所在476.84来。咱边迄块巷仔路，来我佫转来遮看即条巷仔路，有一半土地咱的伫遮，有2笔有2笔，总共是148平方公尺，大概45坪
袂少呢，你即马若去买新厝全幢45坪要几千万，无少好，所以咱若476.84加上44.77，咱其实伫咱的宽层中间是521平点61，这是上帝互咱的。当然，有一寡庭事咱还阁会去处理大概这咱的啦这行路是安尼这是咱的你也看咱为着要停车较济，你看咱已经甲边界已经足密啦，这嘛是头3米，这嘛头3米，头前3米外这拢足密的足密的嘿这是咱目前即马建筑的基地啦但是呢，咱对伫1楼开始，就差不多到遮尔，1楼开始到遮尔然后求到伫6楼就剩一个这个所在安尼这大概目前咱较重要的几个物件，伫咱入咱的教会这中间，这是足重要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咱真正爱感谢连长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伊会尽心尽力，互咱伫这个土地的转移真顺序来行做真完整的一块地咱会当真简单来处理来简单来处理咱知影土地若搁交互后代愈侪人拥有迄麻烦愈大啦这就是补充互咱知的资料安尼。好，咱有问题无有想要问的，也是有要补充的无？像前边文部长咧问讲脱离中会代志，我想这会帮助咱了解啦就是讲我过去找资料，大概就确定知影迄个整个的过程安尼有一段时间咱真正就脱离长老教会安尼嘿。这嘛回应着美华姐捌问过啦是安怎咱的土地就爱囥喺中会内底如果若无囥喺中会内底就足简单，就一群人，咱想看觅比如讲，咱你阵仔咧决定讲要来土地抵押贷款的时阵，咱的合会同意的人数大概60几票就会使你就想看觅教会的不动产的处分包括厝。包括土地，如果甲无财团法人的这个管理，那教会60几个人，若搁较细间教会，比如讲100个人的教会来讲100个人拢总出来，伊只要51票，毋是土地处理爱较济款土地处理爱较济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少数人。就会当去决定这个土地要卖无这是足大的风险啦伫咱过去教会的历史的中间真正有发生过即种代志啦所以伫咱的不动产登记伫财团法人其实是一个好事啦。比如讲去年即摆还搁伫官司内底啦去年中会咧处理一个百灵教会的代志百灵教会的牧师去互免职了后，因迄群人家己有成立财团法人，就讲迄个土地因家己要处理家己要处理，但是呢，加在关系的人还搁伫咧，伊去法院证明讲，阮当初时关系的是要互财团法人台北中会，毋是要互即群人，所以迄群人的财团法人就去互废掉即摆搁伫官司的中间啦即摆加在还搁是伫中会内底在使用咱就知影讲即种不动产的代志是足认真的啦足细致的所以为什么会囥伫中会伫美国嘛是安尼
不动产拢是放伫中会，毋是放伫教会本身吼。我想这是长老会体制啦。嘿，好，有无？牧师，请问一下，我们旁边那个巷子啊，是，现在那个马街巷的这个部分的进行情况怎么样？还是说还要在之后再申请？呃，这样说了哈，你要申请去改名一个巷子的名字，不是那么简单了哈。那要不要取名马街巷？其实我们就可以自己放一个牌子在那边就好了，也没有人管得到我们了。好，说的也是，因为那个巷对子本来就没名称啊。对，好，现在就是说，呃，我后来有一个感动的想法，就是说，按理来讲，就是继承道路我们收不回来嘛，哈，所以我们曾经在和会里面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捐出去，对，OK。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感动，我们就不要捐，我们要卖是不是？没有，我们就不要捐，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要捐，是因为听说有容积的奖励，但是后来没有。啊，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也差不多都盖好了，啊，我们也不需要那些容积了哈。那基本上是没有。那我想说，土地还是我们就可以发声了。如果土对对对，地不是我们的，新北市政府要安怎用，咱就无话讲啊。你了解我要讲的物件无？我了解，我了解，但嘿，起码就是讲一半尔，还是讲整对对对，条巷口？我们有一半啊，我们有一半没有错是啊，对。是横切一半，还是前半部、后半部？等一下哈，我刚刚有秀出来，我刚刚红色那个啊，对，我没有画得很那一条正啊哈，不是我没有有画得很正，大从前面概就是小小这样的概画念啊。好，来到后面看这边，就是大这样。一半嘛，对不对？这样子差不多斜斜的啦，啊，了解了解哎，再斜斜的这样子，哎，对，了解。大概一半是我们的这样子啦，嘿。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马街巷，那我们不能只有取马街巷，我希望整个的规划是包括我们的主体建筑，包括那个院子，包括那个巷子，我们都要做整体的规划。好，比如说我们说上帝的园，我怎么样把那个上帝的园弄得非常吸引人，而不是一个水泥森林。然后这个巷子，我有在丢想法哈，有在想法说，我们是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因为我这几个礼拜，里长跟区长那边，我们有在约时间要去谈这条巷子的事情了哈。那我现在一个构想是说，我们在那个巷子的上面我去跟区长讲，我们来做12个歌德的拱。然后我们就用圣诞灯节，将来圣诞节三峡的12月的特色就是我们的圣诞灯节。10月份他们说这个叫做万圣节，对不对？那3月份叫做妈祖节的嘛，哈。那7月、8月叫做蓝染节嘛。12月就是我们的圣诞节、圣诞灯节，我们就把它1个月把它抢下来，变成一个大家所期待，但是我们必须让我们的院子跟我们的主体建筑都能够有配搭的景观跟那种感觉，哦，有没有办法这样搭配那个12个，我们说的这个灯阶的歌德拱才有意义啦。嘿，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人家看那个12个拱，而是这个12个拱能不能吸引他们愿意进来去了解马街，了解这间教会在做什么，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嘿，所以我即马一直在想这个物件，是不是咱会当甲伊做一个一体上面的这个规划？我觉得这个还要再讨论了。对，好，谢谢牧师。来，谢谢。那区长最近会找我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墙壁一直在剥落。那之前他们请人家来做，我后来才知道有2层哈，因叫人来搭，有点像胶膜的那种电子你输是说靠出的洞。河边那一边吗？靠河对对对边那边？对对对，那是哦，公家做的墙哈。那
他们做那种胶模式的输出的话，结果不要的时候呢，他请人家来做，那个人就直接用水泥把它糊上去，没有把它刮掉，连续2层都这样子，所以最近因为下雨下太多，都在剥落，有影响那个道路的安全，所以他们就急着要找我，他已经找过我了，说可不可以请我们做？我说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空去处理到那边，而且那个经费也很多，我没有多余的费用去处理这个。我跟他说，请你们先处理，把它处理干净给我，后续我们来设计，我们来做，我们来认养都可以。好，那所以这个还没有去跟他做最后确定啊。那我找时间再把里长找去，跟区长再谈一谈。那有什么结论，我再带回来小会这边讨论这样子。谢谢牧师。谢谢。各有无？好，安尼若无就今仔到这。咱请这个佳瑶长老，请你带我们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保守三峡教会。从马偕创立开始一路走来，虽然中间有许多的风波，也曾经一度我们有一些在信仰上面人数的降低，然后也风风雨雨的经过了这么多年。感谢主你的保守，让我们一直走到了现在。也感谢你，让我们在现在我们也有一个新的建堂的契机，特别是我们不只有在硬体上面，也借着牧师现在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灵性上面在信仰上面有更坚固的教导。或者我们向你献上满满的感恩，也在这整个建堂的过程，还只要感谢所有前辈们，特别是年龄长老带领我们，一路的往建堂的方向来走，还是深知这是很不容易的过程。愿主你自己亲自加添年龄长老的力量，让他真的是在担负这样的重责大任的时候，也能够有主你自己的圣灵的陪伴，也带领着我们一起往前走。谢谢主你的恩典，我们也感谢牧师今天带来的这样的信息，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阿门。谢谢。多谢。